過後啫，就係3、4月份嘅時候，我都朝頭早一齊種過，依家就變成咁樣啦。咩下就得食啫嘛嗬？得食啦！好快有嘢食嘅，好快又做颱風嚟㗎，乜嘢啊？冇俾佢崩你嗬，冇俾佢咁重嗬。一尾重容易崩嗬。係，一崩呢一隻呢一路似搞嘛嗬。係。冇前嘛，曲嘛。聽講又有颱風咯，我諗我朝頭早快快女耕蔗地度搣隻蝦，一般嘅話都係6、7塊葉啦搣過，依家2、3塊葉人搣嘅，減輕佢個負擔，冇俾颱風吹崩佢啦。耕蔗生到一定嘅高度，一定要搣隻蝦，因為搣咗耕蔗蝦嘅話，先可以透光，減少病蟲害，使耕蔗得到更加多嘅陽光照射，從而提高佢嘅甜度。種蔗呢就咩下工多啲就啫嗬，回奶公好多嗎？回奶工多，回奶次就得噶嘛。咩下一直要咩噶嘛，3兩箭肉又要咩噶嘛，係嘛？咁咪佢容易生蟲啊？係，唔錯。冇影手嘅啫嘛。嗰2日種得次都冇靚啲啦，種得遲嗬，俾肥又冇跟得上，又冇鼓勵，係咁厚噶啦。甜少嗰種多2日，嗰2日冇得緊要。嗰啲蔗種呢，就係喺舊蔗裏面抌出嚟種個，嗬。嗰啲蔗種呢，就係我哋好多網友問嘅嗰啲人家肉個，嗬。有灰裏頭嘅嗬，直接肉個。呢隻生得比較快咯。係，嗰個生得比較快。可惜人在心窝，從此孤獨活。江南花已凋落，怎堪再斟酌？可憐良辰無多，情絲無人說。好多人講朝妹啊，你真係有福氣哦，嫁俾朝頭佬咁勤力嘅男人。我想講1萬幾紫彩禮攞到我也好抵啦。太陽下山了喂，收工收工收工。太陽下山嚟，我哋去屋食飯。